观众朋友，阳明山国家公园伫咧顶个月，也就是4月14火烧山，有4.5公顷就安尼烧烧去。即马国科会去到现场勘查，怀疑讲是国科会下骹国研院因设置的空气品质监测器当中的锂电池呢来导火来引起火势。好，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讲话啊，讲因会向国研院来讨赔偿，大约是180万。 顶个月14，台北阳明山国家公园小油坑因为导火烧起，一寡绿色的树皮拢烧甲臭焦。这个月24，国科会注意5成文中会火烧山的地点了解状况，发现导火原因好亲像是国科会所属的国研院国防中心所装的空气品质监测器内底锂电池引起火灾。 我们有相关的一些风险上的，我们可能拆除第一优先；没有相关的风险上，我们把它的电池更换为锂铁，或是用更好的方式来协助它的一些场域上的优化。 国研院国防中心4月底前已经拆除伫新德市、南投县、台南市甲嘉义县所装的16支内底有锂电池的空气品质监测器。未来国研院会要求管辖的各中心清查所有设置全台湾科研仪器设备，落实管控。 阳关处回应，阳明山小油坑游乐区往7000山的步道，当时火烧山，面积拢总4.5公顷，80%的官网，也有20%的建筑拢烧毁。阳关处会向国研院来求偿，包含设备维护20万、自动检测相机10万、环境检测60万，也甲空气总队出勤90万，拢总差不多180万。 那个火烧的是表面火啦，因为它是芒草跟建筑哦，地下根其实都还在，还有1个多月已经有一点绿色都冒出来了啦。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做一些生态的监测。汤华是1年生的啦，所以一年就够让它长回那个样子。如果是高度，可能还要再稍微等一下这样。阳关处表示，阳明山国家公园小油坑往7000山的步道，伫发生火烧山了后，较无1礼拜已经重新开放步道，预定未来需要1年的时间，当初烧废弃的瓜芒草这的食物。 可望复原。记者采访报道。